当年12月这段时间，南投液晶大学规个白叉树拢开花，开甲真旺，看过那亲像是白色同款，真水真迷人，嘛声真侪游客特别来拍卡。伫咧青冷冷的树篱顶悬有铺片的白色叶片，看到亲像嵌一颜色同款。那这款真水的白色插树啊，就是发伫咧南投夜景大厦的白雪木，想象甲看起，敢若亲像拄落一张雪同款。当年冬天若是到，拢会请真侪游客来这参观，就像下雪一样啊，很漂亮。第一次看到这种花，很开心啊，像下雪一样啊。看很像花椰菜，然后这样很铺满雪的一个花，然后还有一个很美的。冬天的开始，看这个白雪木，逐丛拢安尼开甲叶叶丝，互人的目睭安尼看甲袂长轮。虽然讲较我甲看，逐蕊花拢是安尼招细蕊啊，毋过若是甲聚集做伙，安尼看到就真壮观。当年若是到秋冬的时，白雪木就会来整做白色足水的色彩，嘛因为安尼，煞去互当地民众甲讲是白雪公主。那这间伫咧半山腰的夜景大厦，嘛来整做游客拍卡的热门景点。大学。因为这个白雪木的花期和耶诞节真瓦搭，所以嘛搞好做耶诞初四，安尼嘛，互寒冷的冬天来添添真侪烧好的气氛，嘛，互赏花民众感受到大自然是这呢啊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